波叔排鞋友兜大圈擦亮特首。屋企有鞋擦極唔乾淨唔夠拎，試下用波叔鞋油啦。佢真係做，同埋你點樣睇佢？即係如果做一個特首嘅參選人啦，你會唔會幫佢？佢內含嘅複製粒子 copylapse 能夠一字不漏將老細意思完美還原。各位，我最緊要咧就係集中精神，心無旁騖，同埋我啲同事一齊咧做好我哋發展局政策範疇裏面嘅各項工作。責無旁貸、心無二用咁樣喺政府裏邊咧係為社會做事。心無旁騖，責無旁貸，心無旁騖，責無旁貸，心無心無責無心無旁騖，責無旁貸。獨有嘅兜大圈閃亮因子，兜大圈 Factor 更加令皮鞋歷久常新。我亦都好多謝行政長官喺過去幾年裏面俾我哋發展局同埋各部門嘅支持。正所謂用咗波叔牌唔使買新鞋，優惠價68.9。呢隻鞋油真係好好用噶，問佢撐唔撐梁特連任同入下屆政府啫嘛？佢話除咗胡官未有人表態參選，亦未有人提政綱，依家唔適宜評論話實行老細唔喐做細嘅死根啊！依家佢做愛做嘅事，就係要努力做好工作喎。